大家好，我係 Grace， 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。我會為大家帶嚟最新、最貼地嘅澳洲社區資訊，同你一齊緊貼本地動態，掌握第一手消息。澳洲華人足球總會早前舉辦2026龍鳳呈祥賀歲杯足球友誼賽，並聯同澳洲國家女子足球名宿隊 First Matildas 以及亞洲足協女子亞洲杯澳洲合作機構 Cultural Pause 於悉尼 Hurstville 舉行記者會及午宴，為新春揭開序幕，同時為即將上演嘅女子亞洲杯造勢。當日上午，賀歲杯友誼賽率先喺 Hurstville 嘅 Poulton Park 展開，場上氣氛熱烈，既有競技交流，亦都有濃厚節慶色彩。隨後舉行嘅記者招待會，唔單止總結賽事情況，更為2026年農曆新年同3月舉行嘅亞洲足協女子亞洲杯預熱。澳洲華人足球總會會長莫劍剛喺致辭時表示，能夠邀請 First Matildas 親臨並參與比賽係難得嘅榮幸。佢指出，呢支名宿隊伍多年嚟展現嘅拼搏精神與團隊力量，不但只喺球場上寫低歷史，亦都成為凝聚社區嘅重要象徵。我哋今日喺呢個 Poulton Park 啦 Cornwall Point 度咧，就有一個嘅賀歲杯嚟嘅，就係慶祝呢個華人嘅農曆新年啦。咁樣好榮幸啦！我哋邀請到呢個澳洲嘅 First Matilda 第一隊嘅女子隊咧嚟我哋一齊一齊比賽啦、玩啦咁樣啫嚇。咁亦都係推廣埋今年呢個3月份喺澳洲舉辦嘅女子亞洲杯嘅。咁我哋30年嚟咧都係一直咁樣舉辦呢個比賽嘅都有。所有其他任何關於足球活動嘅，我哋個會咧就好樂意去幫手去做嘅。呢個係義不容辭。First Matildas 代表亦都分享往事，回顧1975年前往香港參賽嘅經歷，形容嗰段歲月充滿挑戰，但同時係職業生涯中難以忘懷嘅光輝時刻，見證澳洲女子足球一步一腳印走向國際舞台。Cultural Pulse 創意總監 Patrick Scanney 則感謝澳洲華人足球總會促成今次跨世代交流活動。佢期望華人社區繼續支持女子足球運動，俾呢股力量延續落去。活動尾聲，雙方互贈紀念品，象指友誼與合作長存。